完全就是站远点儿，翻镜头，站近点儿，站远点儿。这带垫脚的，今天下太受力了，他那个顶脚了，没了。
这样子假装戴帽子呀。休息一下。这多凉快，还点冰嘛，很凉快。对，这样凉快。还没开始在吗？我这一直在直播，这就直接剪下来就完了嘛，是吧？直接剪下来就直接，我都不用拍，直接剪了。这是有点直。跳到这个，跳到这个，跳这个啊？不跳这个，你跳到那里跟你这样说，跳可以的，这样说嘛。啊。你们俩说好没有跳什么？你们俩说跳什么？热花香。啊？热花香。热花香啊！你跳什么？哪跳哪个？换一个嘛。换快一点。换一点。换快一点。跳什么？啊？跳个没跳过的，快行嘛。跳过去什么？跳行嘛。没有影响。啊？等一下就走。这是谁呀？好，你看。好了。对，抬四，我手抬四啊，非常好。好，开始。好，抬四。
往后边站点嘛，我们后面再后面取点。开始效果不行。可以的吧？哦。不是，他都给我放的。昨天没在。太热了，这几天。我怕他着。我到李县去了。你跳远呢？左右。很好笑。2姐妹的嘛。是这一对嘛？啊。有段时间他们3姐妹了，好像。还有个去哪嘛？去哪那么亲戚？他才14岁了吧？14。去哪那个最小的？他不说。他们18、19岁。哎，这个就没虚哈，这个就不是很清楚。这个没虚，啊，这个没虚。麻将，这个就虚了。不用虚了，没有必要虚了。不晓得还在人家办公室。再吹点儿。这种专门出租是一个专门的行业。对啊，都是靠那个赚钱。对啊，都是这种。啊？好，拜拜。他那个品牌
哦。